切经，直解释讲，然后变成芒果，也变得常年用处，放不下，只能这个比较是提醒的嘛，应该是知道这个行业好像不说，放不下，其他的这种好的你所知老说，一切的，这个所知，那所放，那没成就，有多少，都能忘住，一定的，世界说的，多不少，世界错的，多不少，世界错的，多不少。生活上去经济是上头的产业嘛，到底我都当然你这样，手机给他一下这个，他先把他1万下来3万，1万5下来搞的，那个说出来就说一些说这个那个啥这个这个心理的这些的，好多年我也做这些上这个怎么样，我一下就是这样的这个方面。